來看這個新聞台，這是網絡社團講，有人佇台南市一個有名的海沙堡內帶15000塊的現金，要開放予人去訛這個錢。這消息一個出來，這幾天呢，都有真濟人假石頭仔摕咧，就安尼衝去訛錢。海沙堡的小厝內底，民眾手提會當白頭的假石，一直敲一直訛，這毋是咧訛蛤蟆，是咧找傳說中若是蓄水的1000塊。主要是網絡頂這陣討論甲爭議的文章，有網友鋪文講，佇台南的漁光島放現金15000塊，只要對咧畫面中的車輛標記的所在，往厝內底行的提示，就有機會訛到寶，引起討論。剛好近啊，不然他都在中部北部啊。對啊，所以這個人進行有發過啊，對啊。有。真的有人挖到就對了。對，運氣啊！如果挖到就算賺到啊，如果沒有挖到就當做運動了。這個消息傳出來，就有人隨衝去現場要來試手氣，現場已經讓人訛出一空一空。不過也是真濟民眾認為，這款消息恐驚是騙人的較濟。台南市本地就高盛啊，日本地有名啊，無需要做到安尼啦。啊，照講了，日本時代講才有代金嘛，啥貨啦？喲，迄日本時代代志啊，他有可能講摕錢來代價咧，唔少過濟哦。所以這都要搞到很不官。那當地里長認為，乃當帶動這個觀光真歡迎，不過希望大家來這找寶，嘛愛下季節愛護環境。促進觀光來這學啦，都看當趕那本所親近，安尼是上好的啦。其實咱安平城各地遊客來這佚佗的魅力，早就通人知。不論是漁光島，也是關西平台，若人的人潮暗算會更加濟。春季會比較淡，可是今年是提前來到比較旺。所以就是大家進來就是一窩蜂，就是想要吃冰。那這都市尋寶到底敢有影，也是公生笑咧，攏已經佇網絡頂引起話題。記者查考進前無聯絡到發文者，就等看敢有幸運者訛到寶，也是突破網絡謠言。記者從台南採訪報道。